我哋嚟傾下前6個月，對於星期一出世嘅人嚟講，我首先要提醒你哋注意並格外小心嘅係自己嘅健康。由肚臍以下到腳呢，第一樣要注意就係腸道啦，或者有機會有囊腫啦、結石嘅嘢嘅問題。仲有呢，就係跌倒整親腳，呢啲星期一出世嘅人會比較多發生。如果你一開始半年度就出現呢啲問題，其實係因為業障纏身，有時即使係謹慎都唔足以戰勝厄運啦。我建議你一旦出現症狀就盡快去睇醫生嘅。食完藥之後就建議你去放生，將功德回向俾你嘅冤親債主，同佢哋講，請佢哋幫手化解你嘅痛苦同埋即將可能發生嘅意外啦。嚟緊係關於工作嘅事情，上半年呢，我希望要小心啲關於出差或者經常要去唔同地方工作嘅人，因為旅途上休息唔夠，可能會影響運勢，所以要留意啦。咁講到咧財運方面嘅，星期一出世嘅人咧，可以去靠近水邊嘅地方祈福，無論係臨近水邊嘅廟宇、靠近水嘅神社，都可以近水。買六合彩啊，有冇咁靚號碼俾星期一出世嘅今年用519。咁講愛情咧，其實講說話方面都幾犀利嘅啦。星期一出世嘅人成日都好迷糊，搞到身邊嘅人都覺得，咦，到底你係咪真係為我好啊？所以如果你嘅關係未算好明確，就好容易因為自己講嘅說話而出事。如果你中意，就直接講清楚，唔使咁多花巧嘅字眼。至於已經有家庭嘅人，就更加要小心，唔好傷害對方嘅心，呢方面真係要特別留意。